今日我同大家試呢部咧就係最新到香港嘅呢個 J.Crew J5啊！呢部車咧咁就下個星期咧先正式喺香港發表嘅。不過咧我好幸運啊，可以第一時間試到呢部車。其實呢架 J.Crew J5 咧喺澳洲啊、英國啊、東南亞已經率先開售啦。咁而家終於嚟到香港。咁最具話題咧就係廠嘅話呢部車成個設計咧就係 inspired by 呢個 Range Rover。呢一部咧被譽為係一個平民版嘅 Range Rover 啦。可能好多人最關心咧就係佢價錢啦。據代理所講咧，第一批嚟到香港咧都可能趕得切呢個3月底前嘅1換1優惠計劃。咁如果有1換1嘅價錢咧，就係169000蚊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咧 ，J.Crew 係內地奇瑞汽車集團旗下一個品牌咧，咁就喺舊年登場嘅。咁可能大家而家喺街上面見到好多 J6 啦。J6 咧其實係一個高一級嘅車型咧，內外設計咧都比較去趨向越野車化嘅。咁啊，同大家試呢部 J.Crew 嘅 J5 咧，就係偏向即係家庭車化、日用功能為主嘅純電5座位 SUV。可能好多人會問啊，點解 J.Crew 啲車咧同 Land Rover、Range Rover 咁相似嘅？咁奇瑞汽車咧同 Jaguar Land Rover 咧就成立咗一間合資公司咧，佢哋嚟緊咧就會推出一款咧純電動嘅 Land Rover Freelander， 咁就係會 base on 奇瑞汽車嘅底盤啦。今次呢一部 J5 咧，廠方更加話咧就係成個設計咧，外形設計咧都係 inspired by 嗰架 Range Rover 嘅。現場睇咧都幾似係嗰架 Range Rover Sport， 你見佢個車頭燈啊，一路去到個軌面罩都係燒咗啦，下邊 bumper 呢一 part 咧，亦都係好平滑嘅，仲有一個 BEV 即係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嗰個字樣，顯示出呢架係純電嘅版本啦。另外佢個窗台啊，一路去到尾燈嗰個左右橫跨嗰個設計咧，亦都係同阿 Range Rover Sport 好相似。香港版嘅 J5 咧就暫時得一個型號選擇嘅啫，就係配 58.9 個 kWh 鋰電啦，同埋單摩打前驅，最大馬力咧211匹啦，扭力288個 Newton。0至107.7秒，咁佢個 WLTP 個續航力咧可以去到402個 km， 支援 DC 嘅130個 kW 快速充電啦，28分鐘咧就可以由30% 充到80%啦。其實呢架 J5 個體積都唔係太大嘅，車長4.38米啦，闊1.86米，高1.65米，咁佢個軸距咧就係2620個 mm。呢架車原裝咧已經係配咗18寸鈴噶啦。上到嚟呢架 J.Crew J5 咧，個車廂設計咧，其實同外形一樣咧，係好簡約、好流暢咁樣啦。面前有一個 conceal 咗嘅一個8.8寸嘅數碼標板啦，中間咧就有一個13.2寸嘅直立式 touchscreen mon。咁呢架車咧其實冇咩實體按掣嘅，咁所有嘅系統咧都係喺呢個屏幕裏邊控制啦。個 OS 系統咧好簡單、好易用嘅啫。咁另外Driving Assistant 嘅系統咧，亦都可以喺呢度調校得到啦。呢架車原裝已經配咗9項呢個 ADAS 嘅駕駛輔助系統啦，佢呢個泊車鏡頭咧係叫做540度啦，即係除咗前後左右360度可以睇得到之外咧，車底仲有一個透視嘅功能啦。屏幕下邊只有3個實體件嘅，中間嘅死火燈啦，右邊嘅門鎖掣啦，同埋左邊嘅駕駛模式掣咧。咁呢個駕駛模式就有3個選擇啦 ，Eco 啦、Normal 同埋 Sport 嘅。咁值得一讚咧，就係佢個冷氣風口咧，唔需要喺個屏幕度控制嘅，咁啊手動嘅啫，好快捷可以控制到個風向啦。屏幕下邊咧就有2個位置可以擺手機啦，咁左邊就有一個無線手機充電板啦，再後邊有2個杯座啦，再後邊有個手枕啦，好基本嘅。咁啊標板台下邊咧有一個好大型嘅儲物地方啦，亦都係有 USB 同埋 USB-C 嘅插頭啦。呢個 J5 另一個賣點咧就係一個 pet friendly 嘅一架電動 SUV 啦。咁佢有一個叫做寵物模式嘅，你可以揀呢個冷氣嘅溫度啦，咁然後 activate 咗咧，咁佢有個狗仔嘅版面咧就 show 到一個就話 Don't worry, be back soon 咁啊，即係個狗仔放喺車廂裏邊啦。咁然後個空調可以維持到喺你自定嘅數值。另外一個 camping mode 咧，主要就係嗰個 V2L 一個 discharge 嘅模式啦。咁你可以揀個時間長短。代理就話第一批嘅 J5 咧，佢哋會額外附送一個 V2L 嗰個插頭嘅。由於呢架車係所謂嘅
pet friendly 啦。咁佢呢個座椅嘅皮夾亦都係好特別嘅。佢話第一咧就係 scratch resistant 咧，即係防爪花嘅。另外一個特點咧就係呢個 antibacterial， 咁就係一個可以抗菌嘅物質啦。同埋咧，亦都係一個環保同低碳嘅材料嚟嘅。係啦，咁前排呢兩張座椅都係電控調校啦，同埋有冷氣通風嘅功能嘅。雖然呢架車嗰個包裝都好簡約，但係你見佢嗰個做工用料咧都幾認真嘅。同埋原裝已經有一個好大型嘅玻璃頂咧，有一個電動嘅太陽簾啦。咁另外電尾門亦都係一個標準項目啦。尾箱嘅基本容量咧就係480個 litre 啦。咁如果拍低咗兩張凳之後咧，可以extend 到1180個 litre。咁佢前面亦都係有個 frunk 嘅一個儲物箱咧，可以達到30個 litre。上到嚟後座咧，我發覺呢架 J5 咧個空間都唔錯喎。咁首先咧個腳位都充足嘅，咁另外就係佢有一個接近平地台嘅格式啦。不過咧腳咧就唔可以伸去前面個椅底啦，因為嗰個空間有限啦。個地台唔算十分太低，但係個坐姿我覺得都 OK。雖然冇得調校，咁後邊亦都係有一個冷氣風口啦，同埋一個 USB 插頭。中間咧呢度有一個手枕咧，有兩個杯架啦，即係我覺得呢架車如果坐4個人咧係啱啱好嘅，係舒服嘅都。上到嚟呢架 J5 咧，第一個感覺咧就係佢普通速度，譬如30至50咁樣行車，其實佢都算係靜嘅個車廂。咁佢係同級唯一咧，前邊兩個窗都係 double glaze 啦，即係雙層隔音玻璃啦。不過咧，一上到咁上下速度咧，佢個 tyre noise 咧就會大啲啦。呢個係 GT 嘅國產嘅輪胎咧，咁嗰個胎聲咧喺個車底度傳咗入嚟啦。哇，都有少少響胎嘅，即係一抌進油門起步咧，因為佢始終係電動車有個 instant torque 啦。雖然個扭力唔係話十分好勁，280幾個 Newton meter， 但係一起步，哇，都係有一個好有衝勁嘅加速感啊！都係相比起汽油車嚟講，咁呢架車我中意咧就係佢個 size 嘅。其實佢呢種 size 嘅 SUV 5座位 SUV 咧，即係喺香港，我覺得係最適合體位容易啦，泊車容易啦，唔會太過巨型啦。佢個內外設計啊，成個 powertrain 咧都係以一個好簡單、好基本實用嘅一個目標為主。佢冇好多好 fancy 嘅嘢啦，佢唔係話一架好強調高性能嘅車，亦都唔係一架可以即係爬得山嘅越野車。但係你喺市區咁樣開咧，你會發覺佢個車架咧好實淨嘅，同埋佢嗰個懸掛吸震咧都幾舒服。佢又唔係話十分好遠嗰隻懸掛，好直接嘅成架車揸起嚟，你覺得佢呢架車嗰個steering 啊，佢其實嗰個路面嘅 feedback 都唔錯。佢呢架車冇所謂嘅空氣懸掛啦，全部都係 passive， 好簡單嘅啫。佢冇一啲好刻意去營造出一個舒適啊、柔軟嗰種感覺，又唔會十分過分地虛擬化、電子化，亦都係有翻一種傳統汽油車嗰種機械嘅質感。值得留意咧，就係呢架車個車重啊，佢都係1700幾個 kg， 即係以一個電動 SUV 5座位嚟講，佢係一架算係好輕巧嘅車。雖然佢得210幾匹同埋280幾個 Newton meter， 但係行起嚟咧係有汽油車嗰種輕巧嘅感覺嘅。佢係唔累贅，普通咁 normal 模式踩進油門，我覺得佢個加速力咧都已經非常之唔錯。咁不過因為呢架車係始終有呢個 front wheel drive 嘅車咧，佢如果一大油一踩進油門咧，啲力好大嘅，咁有少少搶軚，咁要捉實個軚盤啦。即係當然啦，如果用好啲嘅車胎，呢個成個 overall 嗰個乘坐嗰個水平再會提升啦。咁我哋可以而家試下 Sport 模式，係啦。Sport 模式咧，其實個力差唔多，只係個油門反應再敏感多啲啲。咁但係整體嘅力量感唔會話十分大好多。咁個軚盤咧就重啲啲咁多啦，都係佢營造翻一個 sporty 嘅駕駛感受啦。幾好喎！佢嗰個 traction control 咧，我覺得有少少係好似一個 LSD 嘅感覺。當佢好似快將要推頭嘅時候咧，佢裏邊個 brake 會操作啦，令到成架車再走翻入去個彎裏邊，幾好喎！呢個感覺係唔錯，令到佢成架車好安全咁樣去入彎。
好輕巧啊！呢架車其實無論係轉彎啊，或者你覺得佢每蹬一個氹啊，成架車個慣性好細嘅，即係細過好多電動嘅 SUV， 即係一部比較簡單直接輕巧嘅電動車咧，係成個駕駛感自然就會好。我揸過幾部嘅奇瑞汽車啦，即係包括其他嘅品牌同埋呢個 J-Cool， 即係呢個 Vehicle Dynamic 啊，或者嗰個駕駛者個 feedback 嗰個感覺方面係做得幾好喎。奇瑞汽車咧，其實係中國出口最高銷量嘅汽車廠啊。咁其實 Omada 同 J-Cool 嗰個目標好清晰嘅，都係喺一個海外嘅市場。咁所以佢哋嗰個車價係為咗要符合即係歐洲嘅安全準則去做。你覺得佢啲車個底盤啊，其實各樣嘢嗰個裝嵌啊、fit and finish 啊，或者用料咧都係比較講究。雖然佢係一架入門級嘅 SUV， 但係你覺得佢每一樣嘢都好對勁。稍微快啲嘅掟彎，雖然個 body roll 都係有，但係佢會定咗喺一個位置，好歐洲化嘅設計咧，穩定嘅成架車係啦。佢嗰個如果你夾硬俾油咧，其實佢嗰個 traction control 都幾安全嘅，佢可以 limit 咗啲力啦。咁你話呢架車係咪一架即係好多人話係咪平替版嘅 Range Rover 咧？其實即係 Range Rover 咧，嗰啲係幾百萬嘅汽油車，咁呢架係一架入門級嘅 SUV， 係完全唔同啦。咁係咪平替到個 Range Rover 咧？絕對唔係啦。呢架車即係雖然佢個外形係似 Range Rover， 但係我覺得佢係一架好實際、好平易近人、好易揸、好家庭化嘅日用 SUV。好快試完呢架 J-Cool J5， 感覺唔錯喎。即係作為一架入門級5座位 SUV 嘅標準咧，我覺得係絕對合理。即係如果俾我自己咧，我首先就會換咗4條更優質啲或者更靜嘅 EV 車胎咧。咁我諗成個 overall 嘅駕乘表現咧會更加好啦。即係如果你169000蚊呢個標準嚟講咧，哇！即係呢架車係抵買嘅。咁如果趕唔切1換1咧，4月1號之後咧，其實個價錢都未定實嘅。不過大概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咧，就係呢架車應該係25、26萬左右啦，我估。咁可能好多人問啊，喂，咁如果25、26萬買架咁嘅車，其實又係咪合理咧？咁首先嚟講咧，我覺得即係4月1號之後咧，大家所有嘅電動車都會喺一個新嘅標準價錢度起步啦。咁第二就係如果你用翻即係汽油車嘅標準，即係一架5座位 SUV 有咁嘅 power， 有咁嘅設備，有咁嘅舒適度，其實我覺得即係25萬可以有咁嘅表現咧，都係合理嘅。